吃亏就是占便宜这句话常用来形容一种看似吃了亏，实际却能从中获得好处的情况。这句话包含了深刻的生活智慧，它揭示了在许多情况下，短期的损失或让步可以带来长期的利益或额外的收获。下面我们将从几个方面来浅谈这一理念。一、理解吃亏与占便宜的关系。吃亏通常指的是在某种交易或交流中，个人在短期内受到了损失或不利。然而，这种损失并不总是消极的，它可能是获得某种长远利益的必要过程。例如，在商业谈判中，为了达成合作协议，一方可能需要在价格、条件等方面做出让步。尽管短期内看似吃亏，但这种让步可能会带来长期的合作机会和更多的收益。占便宜则意味着在交易中获得了比预期更多的好处。当我们说吃亏就是占便宜时，实际上是在提醒人们，有时在表面上的损失或让步，可能会隐藏着更大的利益。二、从个人成长角度分析。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看，吃亏往往是一个重要的学习过程。通过经历一些短期的吃亏，个人可以积累宝贵的经验和知识。例如，在职场中，一名员工可能因为过度投入工作或承担额外的任务而吃亏，但这也可以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机会。他们可能会因此获得更高的评价、更好的职位或者更多的工作机会。在个人关系中，适度的吃亏也可以帮助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通过理解他人的需求，包容对方的不足，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信任和支持，这在长期的关系发展中是非常重要的。三、商业和投资中的应用。在商业和投资领域，吃亏就是占便宜的理念也有广泛的应用。比如，企业在初期可能会以亏本的方式进行市场扩展，以获取市场份额。这种短期的吃亏实际上是在为未来的盈利打基础。企业通过吸引客户，建立品牌知名度，可以在未来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和更高的收益。投资者在进行长期投资时，也可能会经历短期的亏损。然而，通过耐心持有和适时调整策略，他们可以从长期的市场增长中获得可观的回报。例如，股票市场的波动性可能会导致短期的亏损，但持有优质股票并保持长期投资眼光，可以在未来获得显著的投资回报。四、文化背景和社会观念。吃亏就是占便宜这一观念在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有不同的解释和理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往往是吃亏是福的理念，这与儒家思想中的谦虚、忍让和积德观念密切相关。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吃亏被视为一种美德，它可以带来积德行善的机会，最终实现个人的道德升华和社会认可。现代社会中，
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人们对吃亏的理解也逐渐多元化。在商业和个人生活中，吃亏被视为一种策略，通过适度的让步和调整，达到更长远的利益和目标。这种理解更注重实际操作中的灵活性和策略性，而不仅仅是传统的道德观念。5. 实际案例分析。让我们看看一些实际案例来更好地理解吃亏就是占便宜的理念。1. 商业谈判中的策略。一家公司在谈判中可能会在价格或条件上做出让步，以便获得长期合作的机会。虽然短期内看似吃亏，但这种让步能够建立良好的商业关系，为公司带来更多的订单和市场份额。2. 职场中的付出。一个员工可能会在工作中投入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导致短期内感到疲惫或吃亏。然而，这种额外的努力可以帮助他们获得领导的认可、晋升机会以及更好的职业发展前景。3. 投资中的风险承受。投资者可能会在市场波动中经历短期的损失，但通过长期持有和投资策略的调整，他们能够实现投资的增值和回报。总结，吃亏就是占便宜这一观念提醒我们，短期的损失或让步往往可以为长期的利益铺平道路。无论是在个人成长、商业谈判还是投资决策中，理解并应用这一理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挑战，抓住机会，实现目标。通过短期的吃亏，我们不仅能够积累经验和建立关系，还能够在未来获得更多的收益和成功。